戏剧是会当来改变社会。你敢知影口是心非？口是心非啦，伊会当讲空嘴破舌，嘴亮筋，手无灵。有处你莫甲我惊安排。什么鲜花水果还会放弃？花、水果、甲果啦。你嘛想过天真啊？这袂晓讲，这真正是天真啦。天真这就简单，你哪袂晓讲？亲子关系的诉讼啊！是为着你的爸仔囝关系来拍官司。到时候我会来不好意思。业绩真歹了，叫做伪然。应该有科学根据才会的。玄学这个物件吼，科学的证据现说，咱讲先天上帝就迄个现，因为咱邀请到这个刘林忠老师伊是书法家，伊嘛是一个会正说的教练伊替咱来写的从这个演唱的时间去演唱到日子的日子真歹过大家好，我是台语老师甲阿里坤的阿成这个影片咱感谢老美兰甲101年青年社区参与行动2.0 Change Maker， 我是导演。莫去拍，我来承担就好啊！顶家人怀疑国术馆。我嘛写过台语歌曲，嘛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嘛是一个演员吼。我们不要什么，都要一起。看笑。我咧拍戏的时阵，有当时咧 casting 迄个女性的演员特别是女性演员，伊知影我的戏剧当中有要讲台语的时阵，伊会真惊吓，有的伊就唔敢来演啊。咧报名的时阵，知影讲我的戏剧当中有讲台语，伊就惊。但是讲各位演员戏剧是会当来改变社会的戏剧纪录片有的时阵会当提醒咱咱爱做对的代志提醒咱要有无共款的价值观安尼演员不只是干那摕钱去演出去食一个便当，迄便当阁有2个主菜的便当安尼更加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这个模范这个 model 才对啦所以讲我欢迎各位演员大家敢知影铁三立的戏剧经过这个调查经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柯慧茹教授咧科系的主任研究的三立台语戏剧会看台语的比看华语的坐出人比人看呢，您知无？所以讲我开放逐天暗时7点欢迎一个也是一组人你本身是演员呢，也是伫咧舞台咧表演的，也是咧写台语歌一组也是一个7点时阵敲电话，甲我来做台语口条的练习欢迎大家会当来敲来安尼但是你敲来咧学台语的人要，因为我知影我毋是讲真老，但是我愿意创造这个环境，因为阮知影恁伫咧都市不管是台北、新北、双北，还是台中较无迄个环境啦。你去买早顿讲我要吃小胖糕啥诶？你听无安尼对无所以讲逐天暗时7点，我会开放演员，还是讲咧写歌的人，还是讲咧表演者，还是伫咧舞台剧的人来做伙来练口条。自即马开始到我死进前为止安尼恁家己嘛爱进步呢，恁家己嘛爱读书，嘛爱读册，恁家己嘛爱练习嘛。只不过是嘛看一下公司台语大学，看一下台湾好的台语戏剧加安尼因为我愿意来创造这个台语的环境更加侪人会当来投入于咱的台语的戏剧，还是母语的戏剧还是来做这个歌纪录片安尼，这是我上大的心愿虽然讲我本身是演员，那像教人台语，那就是教我的趁食的工具教互别人教，但是其实毋是安尼我是希望更加侪人更加侪戏剧好的台语戏剧会讲出来安尼。所以讲愿意因为即马会晓讲台语演员真正是愈来愈少，这是咱上烦恼的物件。大家看这8点档，伊的人名是毋是拢直接讲华语咱来看卖咧你敢知影口是心非？口是心非啦口是心非这出戏。这只片头才做鸟尔，伊第一句话结果就变出华语来口是心非，但是安尼讲是都较听无啦。伊会当讲空嘴破舌还是讲嘴亮筋，手无灵嘛会来。有处你莫甲我惊安排啦。你敢知影口是心非戏里面怎写？李文珍迄个人就是一个傲娇公主伊迄自尊心比玉山更较悬呢。
傲娇吼，华语的傲娇吼，你会当讲伊是一个骄傲的公主就好啊，骄傲的公主。啊那呢？李文真的？就可怜思思啦，你明明上海人称号咧。啊，大家看吼，这部分吼，这咱逐日咱研究吼，到底咱台湾八点从当时开始人民会开始讲华语啊？其实事实上这是甲是规个社会整个的这个价值观有关系，因为较早吼，咱讲台语的人口的时代吼，咱袂直接讲人名大姓安尼规个甲讲出来，咱就讲吼，譬如讲吼伊是芳的吼，伊是啥物水芳，咱就讲芳的，就会讲吴的啥安尼吼，因为就是叫人的姓名，因为人名大姓来讲出来，是真严重的代志啦。但是讲这样价值观影响着这戏剧吼，即摆人少年人吼，大家少年人之间吼，拢会人名大姓，甲迄个对方的人叫出来。但是这是大家咱思考的，到底安尼戏剧当中吼，名拢讲华语，是毋是造成咱规个社会会有影响起来安尼？这拢是我伫咧听，什么鲜花、水果还有法器，花、水果、甲果啦。你真正是一个惯老板。这个华语的惯头家吼，咱会当讲盛派的头家，但是吼，这个词就是讲较无咧讲，嘛是咱爱创作吼，爱创作中去互人盛派的头家，因为伊是一个被动词啦吼。咱可能会当去发明一个较好的词，若食用吼，迄个词就会当变真诶啊，就亲像几啊十年前也无这温也无高铁啊，嘛是大家发明继续去用吼，已经是活诶安尼。你嘛伤过天真啊！这袂晓讲，这真正是天真啦，天真这就简单，你哪袂晓讲？那志成确定亲子关系的诉讼啊？亲子关系的诉讼也是诉讼，但是诉讼这是真歹翻啦吼，所以讲我建议吼。因为这都是可能是剧本的关系，剧本影响上大吼。伊迄句都是完全是华语的迄种思考方式吼。亲子关系的诉讼，你会当吼，若是为台语的迄种讲法迄种台语的思考方式，就是讲吼，为着亲子关系来拍官司，安尼其实是较听有的啦吼。若是用台语的思考方式来思考，就是为着你的爸仔囝关系来拍官司，安尼就好啊吼。当我回北时阵。我用我的签名，好意思甲我的囡仔摕掉。那是因为你今摆身体根本无啥有了，为这是为了你好，你知无？你爱个骗啦！这揭露伊的规个情绪放弃这段吼嘛，表演甲足好的吼。这洪文生嘛演甲足好，你会看到伊讲了囝时阵，迄音拢连做伙吼。那是因为你今摆身体根本无啥有了，无啥有了，为这是为了你好，你知无？这两个演员的台语嘛真好，咱甲学落一下吼。讲后一句马上就。到时候我会来复发一些。颜，迄个字真歹念吼，颜，伊拄仔演啊真好，结果都错在这个字啦，颜净，迄个字其实是真歹念的，未发生的颜净，就叫做未颜，所以讲吼，迄台语真正是较歹看写啦，所以讲伊演啊遐好，情绪搁遐放意吼，这两个字。看在这演员的份上吼，我家己念可能嘛会出差错吼，为颜真歹发啦吼，所以讲咱都甲原谅伊啦。应该有科学根据才用的。我感觉玄学这个物件吼，嘛袂用个无相信的。科学的证据显说吼，咱讲先天上帝就迄个现，但是安尼讲吼，其实是听无啦。你其实吼，你就较直接甲反吼讲有信心、有信仰的人吼。就好啊！这种人名会开始来讲华语这种情形哦，到底什么时阵开始的？无咱来看较早的戏剧好无？家里，尽所有的人，全天下间的人，就只剩你搁咧称呼我伯下，文呢？实力，是，实在是天作恶也，而且雷公死啊，甲真大的好。魑魅魍魉，幽冥灭动。我是你的阿娘。你是王的人主，你先出了。带你去你那找小春呐哈。连豆洗叶老师哦。小夏，咱袂当姑息养奸，行，即摆去报警。干啥？阿母，
我一定要想办法害伊。放我！小姐，你要去倒位？我用车载你去好。生仔长，无时间啦。倒来。我唔知影一个好处是，一个好处，好处。怎样害我孤单心稀微？国良兄，你看，较早以前的演员是毋是讲了足好诶？哦，迄戏剧文音、白音参做伙，而且吼，遮侪名词因拢会当讲了足好呢。所以讲，咱台湾遮个演员是对当时开始吼，遮个台语伊渐渐抓袂牢咧，渐渐无法度讲出嘴咧吼。其实吼，即项代志吼，甲演员本身吼，毋是完全是演员的问题啦。有当时是编剧，伊编剧伊的台词拢是用华语来写的。伊演员摕到戏，伊咧背台词，伊搁爱家己来做翻译呢。所以讲编剧嘛占差不多三成。导演伊本身有要求，也无迄嘛占三成安尼吼。大家敢有发觉吼，咱台语老厝的即个字已经无共款无通用啊哦，因为咱邀请到吼即个老林中老师吼，伊是一个书法家，伊嘛是一个吼会正说的教练吼，伊替咱来写的吼。另日吼即个老师吼，伊就会翕伊自我小解的影片吼，互大家来欣赏伊的书法，嘛欢迎大家吼会当甲伊合作安尼。好，感谢大家来收看今日的影像，嘛欢迎各位演员来报名来甲我开讲吼，来做来练口条哦。我无足专业的，但是我希望创造这个环境，嘛希望吼会晓讲客语的人，会晓讲原住民语言的人吼，你嘛有愿意的话吼，你嘛希望会当甲这个演员来练口条吼，来栽培这个人，创造这个环境吼，嘛会当伫下骹报名，互大家知哦吼。有好的戏剧，会讲母语的戏剧吼，对着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吼，咱台湾就会当先做一个有足侪文化、足侪语言吼，会当多元发展的一个国家真好。自细心望大家，嘛沙路。这影片最后，咱来欣赏一下土仔先生，我朋友土仔先生以下的台语歌。无你北港水拿二条口河过去卡夹到金毛，金毛的开口，金毛海草，一看到在下来自海口，长的底，山子阿拉全部进口，不你家己信道，想着借口，偷偷开落正假，咱试看卖。甲挂伫配落，决定讲4秒活命，你的脚筋，你的地步差无，我会杀酷 rap， 无钱无某来甲海线，日子真正歹看，目睭背景靠背靠母，比啥假的老大。看阮讲古你的尸体慢慢沉落海底，我的生活风风雨雨，朋友讲像电影咧演，辛苦吃海饮，做人正贵安尼较有意义。你若来了我，藏落去骨啦，青山鱼，海水的咸味我住伫台湾袂使的，过去的日子甲咱趁钱加讲的，阿嬷的价是阮藏伫心内咧，手表挂落来，是用性命拼来。咱的海口。咱的海口，咱的海口，咱的海口。这个 K 罗吼，伊的情绪吼，规个 K 罗伊规个情绪拢，这 K 罗伊的规这 K 罗伊的规个情绪放弃这段吼嘛，表演甲足好的吼。大家你嘛你嘛有愿意的话吼，你嘛希望会当甲这个演员来练口条吼，来栽培这个人，创造这个环境吼，嘛会当伫下骹报名，互大家知哦吼。